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全民破发着6000块，开放自动的提款机会当直接来领钱，但是有民众的身份证偷用煞领无现金。这位是住伫个家人一个姓颜的青年，伊到新北市的自动的提款机要来领6000煞无法度领。伊讲伊进前捌换过身份证，伊怀疑伊旧的身份证互偷用去，赶紧到派出所来报案。初步查询，伊的身份证的旧证号已经互登记到中华银行鹿港分行，加在这个钱还佫地咧，也未互领出去。不过话佫讲倒转来，这个国库署要发这个6000块有核对的原则，包括身份证的号码、健保卡的卡号、甲银行的行号，这3种的资料，拢要属于同一个人，才会当成功来登记来领6000块。啊，这个身份证的字号明明已经换过了，为什么佫会当用来登记来领6000块咧？讲这拢爱佫调查。这样可以了哈，身份证前面是。对身份证甲健保卡全面拢发6000块，开放 ATM 领现金，抑佫家人到乡亲领无钱。有一个姓颜的查某人甲警方讲，伊到超商 ATM 想要领6000块，抑佫领无成。靠1988专线的资讯知影讲，伊明明住伫家人，抑佫资料却是登记伫中华银行鹿港分行。原来伊的旧身份证捌互人偷用去来换新的，当时用旧证的号码去查询，袂当领，怀疑讲互人偷领去啊。加在对方是用网络的登记，所以讲这6000块也未拨入这个不明口座内底，伊需报警处理。调阅该账号的持有人，以追查现金流向；另一方面，会深入查证是否有遭冒领的事实。其实国库署为了提防有心人士偷领，伫资料核对嘛真细致。若是身份证的字号、健保卡的卡号同款，抑佫口座并不是同一个人食，安尼登记嘛失败。除非上资料拢是同一个人才会当登记。照你讲，旧身份证字号并未提供予后一个人使用，啊，是安怎姓颜的查甫人的旧证号会互不明人士成功用来登记领6000块，这爱佫调查。政府的资料库嘛，为咱的乡亲来顾这笔钱，偏要讲这个资料真正互偷用去，这6000块互人偷领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